带来我们爱读册，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个丰富的世界。各位亲爱的朋友，很高兴您又到我们的节目来。我们今天呢，这个专辑呢是请到一位远来的贵宾。那么在这个主题里头，我们主要是以文学与音乐的对话来跟各位谈谈，我们如何透过阅读去了解文学的美感，以及音乐跟文学结合之后，带给各位其实非常全方位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美感。今天邀请的是我们高贤志高老师。谢谢美嘉老师，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师，其实大家都称你是画家歌手，对。那我当然就要问你哦，你是怎么跨界到歌手的？你本来是个画家，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一直在探索的一个谜，因为我从小就很会画画，是。可是呢，我又很喜欢上舞台。我每次上舞台的时候呢，尤其在小学的时候，上台唱歌或者上台演讲、讲故事，我上去以后，我就双腿都皮挫。可是我不上去，我就很难过。真的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喜欢表演的人。对。那我跟我的其他的绘画的画家的朋友比，我显得比他们更爱表演，更敢在舞台上面。了解。那他们是因为自己害羞，所以反而就躲起来画画。不是，他们让他们自己的作品呈现在世界，他们躲在他们作品后面。了解。那我呢，让我自己在舞台变成把你自己变成一个作品在舞台上。那变成一个作品在舞台上就不能不讲话呀，不能不发声啊。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唱歌。最好的方式可能是面对世界的态度，那唱歌创作是其中之一。了解。所以有些时候每个人问我说，画家、歌手，而且歌手，而且画家，如果假设我们要讲说那是一个比例问题的话，你是几比几呢？老师应该这么说，我的创作的歌曲的内涵是比较被多一点的人认识，是。但是我绘画，我过去比较多是把它当作是商业美术在做，所以人家对我的。但是反过来讲，就是我商业美术的绘画能力是超越我在音乐上面的作为的。哦，真的吗？我觉得你两个都超越，都让你超好了。老师果然是老师，了解。不知道赞美了就可以更厉害，没有赞美就很厉害的是高老师。谢谢。老师，可是我觉得，因为我最近也做了很多台南的文化工作，那么在地的努力之后，我特别认为。越在地越国际，我有去看到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美感，用我们这一代我们所保存下来的东西，给他那那供，然后才会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他们的祖辈父辈有什么。我觉得那个传承很重要，因此回到在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努力。没有错。所以老师，其实我知道，在您很多人谈到有关你的创作里头，会跟很多在地作为结合，所以你是一个在地的文化工作者的音乐家。那您第一个在地，大家觉得最 spotlight的亮点就是九份。老师可以谈谈您跟九份的姻缘吗？可以。我在30岁的时候，我在台湾 Sony 唱片，我有出版一张创作的专辑。对。但是这张创作专辑完了以后呢，我就变成是一片歌手。是。那时候我有点迷惘，我该不该继续写歌？是。我还是有写，但是觉得心里面的踏实感不够。是。等到有一天我上九份上金瓜石的时候，我认识了一群做在地的这种地方的文化工作者，在地文化工作者，他们提供了一些九份的一些故事给我。他们说，高老师，我们九份金瓜石没有缺绘画，没有缺影像工作，对。可是我们似乎缺了可以代表地方的音乐。然后我们有一个关于青婆寮的故事。哦，青婆寮。对，我们想要征求你，如果说我们大家共同集资出来，让你可以去制作音乐，你可不可以为我们来写一些歌？突然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从来未有的一个看法。了解。原来我把我自己丢出去参与别人生命的经验，也就是他们的文化。对。我竟然可以透过他们的文化，再养成自己到另外一个可以丰富内涵的东西。我就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所以我就开始。很特别，是青婆寮是一个怎样的地方？青婆寮它是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呢，有一群外地的人经过日本的这个矿井、矿山的一些这个单位，他们要挖矿嘛，挖金矿，所以说他们召集各个地方的人来，然后呢，这个入矿坑的时候呢，这个矿工警察他会拿起一本本子，它是蓝色的，是。
然后蓝色叫做青色。哦，了解。那个就是这个矿工。哦，这是青婆啊，就是安内哦，了解。就是矿工就是日本的矿工警察，他们就在门口看你一个一个进去，一个一个出来检查你有没有点名的时候的那个蓝色的本子就对了，嗨。那他们就自称他们这一群在这个矿区里面工作的，就青婆啊寮，一些钢寮嘛，咱就是青婆啊寮一起哭。哇，那一定有很多血泪，对不对？当然了。而且我知道，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呢，到这个暖暖，也到瑞芳去写过小说，我就发现那里其实有很多，说真的听起来蛮悲惨的故事。是。你有一群人，他们天没有亮就进矿坑了。对。天亮了才出来，对，可能40年岁月，对，没有看过阳光，变得像白蚂蚁一样那种感觉。而且他们的肺可能容易受伤，对，细化了。然后更严重是，一到一个矿耕灾变的时候，有许多的寡妇。对，当然，老师也许也有人赚到很多的钱。了解了，我知道。有金康啊，对啊，对啊。看到金包啊，对啊，对啊。所以那是一个生命就两极化摆荡的地方。对。所以你有一下瓜吗？有，就是因为吹风来的时候，他们提供了一小段文字，对。然后我稍微整理成就是说歌曲当中可以有押韵的部分。了解。然后帮他谱曲。哦，那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好。好。我徛伫家人山山顶，我看到山脚的青波寮，想着阮梦中金闪闪的金山，若亲像听着金空仔来，传出矿工仔的笑声。我徛伫家人山山顶，我看到山脚的金龟笑溪溪水，想着阮梦中金闪闪的金山，如今只剩满山的寒梦，来替因表示繁华。工仔生梦脚，生出青破了的希望。空工仔生梦脚，生出阿爸的白头早。空工仔生梦脚。生出白茫茫的寒梦，空工仔生梦脚，生出阮回故乡的愿望，生出青破了，青破了的梦，生出青破了。吹破了的梦，觉得好感人哦。第一个是字词那么简单，我一个字一个字都听得懂。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你也一定能够听得懂那种爱、愿望，然后呢，还有许多的感伤。那我就想到我当年的时候，我有好多次去在那边写那个矿区的一些矿工的故事的时候，然后到秋天的时候，那个芒草一整片。我曾经写过的句子讲说，好像每一个当风吹的时候，都像是那种招摇盼望的一种的手势，然后在招魂着前世与今生，感觉真的很感动。那我在看老师你在这个9份的努力的时候是很在地，那你有很多机缘到我们台南来，也看到我们台南的在地的文化与活动。不知道以你的角度，你怎么看我们台南以及我们在台南在地的文化？我觉得当台南人是非常骄傲的。真的。当然了，因为是古都，而且有非常多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他贡献自己的一生，贡献自己的专长，也贡献自己的艺术方面的领域，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在这样的氛围当中，再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力量。所以我觉得其他地方，比如说像9份、金瓜石，毕竟他们的养成的地方才养成这个时间，也不过才100多年而已。所以说他要
有形成这么厚实的一些文化底蕴是不太容易。你看，不然透过比如说台南有这么多的庙宇，而且有这么多信仰、有魅力的饮食文化，那个都只是一个最底层的东西。对，人公富过3代，懂吃穿。其实我要跟老师报告一下，是我们今天选这个晚沙这地方，我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深意的，因为晚沙呢，它本身它是一个最美艺术推广中心，它的3个馆的其中馆，我们呢在上集中大家也看到，可它幕后呢有一群默默工作者，不管是林小秀，不管是陈世荣总监，我觉得他们就是不会喧哗。也不会去宣传自己，可是就默默的做，然后每年花那么多的心血，就希望台南艺术也在定亲了，可以从小孩子小时候能够懂得音乐。我觉得人家说长大孩子不会变坏，是他们所相信的信仰，而且他也提供很多的孩子可以来这边观赏音乐，那种无偿的带他们来看，是希望小孩子的至少在他的生命中曾经因为音乐有梦，而且默默的支持。我想这也是我们可以一直努力的，是台南最可爱的地方，一丁公让。我来这里真的是感受到大家的这种能量跟温暖。对呀，那我其实呢，我也看过老师，你有一批的作品呢是进了茶山。对，茶山的得哈，其实我们在上集中，老师你有讲到他的古典诗的那种茶，像元稹的宝塔诗，把它给翻唱起来。对。可是进到我们现在有咱进的演绎嘛？对。阿雷像像你切波啦、告诉港款的得山的这种作品，你在《茶山演绎》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是在现代演绎、代译啊，然后大家觉得很亲近，所以你就做了很多的作品。老师，你可以介绍的其中一首来分享给我们的朋友吗？可以，这本书里面除了说有绘画，有在参与在阿里山茶区的，我写了一些文字。那更重要是里面有24首歌曲，是它里面有茶诗改编的，然后它也有我的文字的创作，对，变成旋律的。那其中我写的第一首歌曲是叫《茶的滋味》，它其实是在描写老师。因为我们平常喝茶的时候，人家客家人说续茶配反挑，喝茶配那个土豆的意思。了解。那续茶配反挑，那个就是一般农间民间的在喝茶的感觉。高杯尴尬。对。但是我们这时候有很多人，因为慢慢我们都市很紧张，对，我们喜欢在喝茶的当中，我们越重视喝茶的有一种仪式跟仪轨，是让这仪式仪轨将自己内在静心，是，所以我这首歌其实在讲这样子的一个有茶席的仪轨的一个过程，了解，所以我才写了这首茶的滋味。到底茶的滋味在这个茶席当中如何的呈现出来？我了解，主要是这个原因。那我们来听听看那种非常隽永的滋味。好，那我来唱这首茶的滋味。好，咱大家点点坐伫这，无讲话，无讲话。咱大家点点坐点这，啉好茶，啉好茶。点点啊听水在滚，静静啊闻茶香，轻轻啊将杯后啊提起，稳稳啊来，甲啉一醉。你添一杯茶，我看啉，滚水甲冲落去，茶叶啊摊开。你问阮茶的滋味是啥物？无讲话，甘甜拢伫心肝底。咱大家点点坐伫这，无讲话，无讲话。咱大家点点坐点这，啉好茶，当咧啉好茶。
感觉蛮一视共荣的，是我们以前学日本茶道的精神，那台湾茶道更是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听老师在这样讲那种茶的滋味，借着那样的一个很柔婉的音乐，我真的觉得好像那个茶慢慢在你手中沉淀，成为金黄，然后进到你的所有的唇齿之间，成为一个其实很隽永的回忆的感受。其实老师，我就觉得哈，你那个歌里面用台语来唱就有滋味，其实足多人是你的粉丝，是因为你唱老歌，你知道不？对啊，啊，你喜欢来开唱老歌？不是安呢，因为我有一次哈，我在录音室，我就录了一些老歌。因为我其实我对我自己。因为我在索尼唱片，我们做音乐的部分是人家编曲，是请人家编曲，请老师来弹。是。可是呢，有一天我想进录音室的时候呢，我想做一种让人安静的东西。是。那我想找一些素材来测试一首歌曲，就是一首歌曲如何把它做到让我的心情能够安静。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找一首歌好了，我就比如说我就找《月夜愁》。微笑就在，我唱的慢慢的，速度慢慢的。对。三山路，我的目的是想让大家觉得安静下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自己就被这样子的节奏跟情绪牵动的，好像紧张的心情没有了。对，这是当初的目的。可是我觉得你达到了，这个 Mookie 就厉害。我当初其实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说没有人，因为通常我们做音乐都会有所谓的专业障。是。专业障就是说我做音乐要做得很让别人很煽情，让别人有很强烈的感觉，对，会有回应 feedback。对。可是我想做的刚好相反，我不要煽情，你要让大家沉淀下来。我就是让大家做的你好像很可能就像喝白开水一样。是。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呢，都能够回到很平常心、很安静的状态。所以就像老师讲的，就是有些feedback回来告诉我说，他们可以听这个歌听了好几个小时。我觉得老师您的歌声真的很像熨斗一样，那烫到很多人的心中很多的毛躁的那种都不见了。那而且我不知道，因为你知道老歌它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是因为每个人听过的老歌，在他脑袋里头，他不仅会跟着老师你的旋律走，他同时会复习他过去的记忆，而在复习过去的记忆之中，许多人许多事就一一上来。所以一首老歌，它其实背后有很丰富的地方，是不止老师深情的表现，更有我许多回忆的丰美。所以每一个都刻度被你感动，对，就你说那个刻度，深深的撞击在每个人内心。所以老师你的老歌真的是很不错，我们下次要再约一个老师老歌的专辑，真的是这样。所以可是我们在想说，当您在做这样的一个老歌的过程之中，你会发现好像有一群的朋友，他们基本上呢，他们事实上会借着这样的歌曲中产生一个很大的共鸣。所以你以后当你在写歌的时候，你也会为他们去写新的歌曲或者是新的旋律吗？我有一些我自己的私心啊，因为我身边其实有很多跟我一样，在过去曾经都是写台湾的一些新的民谣或者闽南语的新民谣。对，我看到了一个现象，我看到很多人开始写，其实我很开心。对。但是我也看到一件事情，我也看到，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传统的文化的东西，反而是没有人去接触到。了解。所以我其实我比较想做的是说，既然有这么多人，比如说像台南有黑哥，他也写了很多台南歌。对。那我台北对，比如说我在台北也有王俊杰，他们写很多精彩的闽南歌。对。我在想，我除了把一些台湾的老歌让大家有回味感，我也想把一些传统的诗词，可以用一般的国语来唱，也可以用河洛语的方式来重新呈现。我觉得你有可能是保留更多元的，在我们上一代里面，它很好的资产。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们上一代本身它就是一个多元混杂的社会。对。我一直觉得说，我们现在时代好像看来是现代化进步了，可在某种语言跟文学上，我觉得它有时候会扁平化。对。比如说，现在孩子都讲所谓的普通话，都是我们讲说国语，对不对？对。但是他们的父母是各种语言，客家话什么都有。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群侨生，他到了师大。对。我第一次知道广东话的声调九调听起来这么好听，所以后来跟我们同学学了天山我都行北北相送，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侠客了。天山我都行北北相送，就觉得自己真的很像侠客那种感觉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语言也许确实必须要借着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旋律，把它做一个表达，其实也是不错的。对，所以穿梭在现在跟古典当中，老师的乐器就是2种，一个是你下的吉他，一个是你上集拿出来的乐琴。老师觉得这2种乐器，它有不同的表达的情感吗？比如说，刚才老师唱的那首，如果说是乐琴的话，它的弹奏方式像。青山落独行不必伸手。对。可是西方的乐器它会提供的一组和声，在背后框限住那个氛围，它就会变成青山落独行不必伸手。了解，它会提供一个和弦的氛围，来让你感受到比较有现代感，了解，也会比较有现代情调。了解。所以如果假设我们用吉他或是我们用乐琴去处理那种小调的感觉，就不太一样。我蛮喜欢一首广东诗，龙班龙老，那种语调它竟然那么样的高高低低。是，这个是乐琴可以表达，还是吉他可以表达？乐琴也可以表达，真的。但是就是情绪不一样，感觉哈。比如说像吉他的话，只是用吉他话。浪奔浪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感觉乐琴呢？乐琴，浪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因为以前就是我们东方的民族，我们对于声音的看法，我们跟西方不一样。对，西方人在绘画上面，他们都有投射，有影子。是。那东方的绘画其实是虚跟实的关系。对，所以我们常常用线条。对，就是虚的线跟实的线。那其实中国古代的那个音乐也是。我们有的大部分都是，比如说我们唱的是主旋律，对，我们伴奏的乐器也是主旋律，是3弦呐、2弦呐，对，或者是胡琴呐，对，它伴奏的都是同样的8度音，对，他们10音要合奏的，所以说我们听起来感觉似乎有点单调，可是那个单调完全符合在书法上面的白色不白跟你在写书法的实跟虚的这个美学当中的，这跟西方是不太一样的。这种乐理没有画家来讲，还真的讲不通。画画还是有好处，难怪要画家歌手。那老师，我觉得您在这个乐理之下，你其实创作了很多的曲，甚至可以把古典的翻唱，你也可以为现代的咖啡馆来做一个曲，对不对？所以您看这边关于咖啡，这是安怎来？关于咖啡音乐，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金瓜石，就那时候我认识的一群人当中呢，他是其中之一。对，那他是金瓜石人，他在金瓜石开了一个咖啡馆，然后呢很有魅力，也很有特色。然后呢，关于咖啡，因为我这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混黑道了，他有一个外号叫做欧巴。哦，就变了。欧巴。但后来他去开咖啡厅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好朋友说：“我要开一间咖啡店。”他朋友说：“哦，你是不是开一间欧巴咖啡店呢？”嘿，那他说：“欧巴咖啡店 about 咖啡。”哎呀，很现代耶，就是完全洋化。所以 about 咖啡就是欧巴咖啡。老师，你有帮他们做那个曲式哈？你来示范一小段来，我听听看。那这首歌呢，叫做这个3城里的咖啡馆啊。哦，了解。但是3城里的咖啡馆要描述的没有办法用文字，因为我是旋律啊。对，我们一小段，我只能铺成一个背景的感觉。了解。原长有10分钟，所以这么样的一个曲调是好像闻到了咖啡香，
有酸橙的风吹来。对老师是一个人独享呢，还是2个人喝咖啡呀？都可以。真的哈、其实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高老师，各位知道吗？你如果跟他坐在一起，发现一个画家如何借着他的笔触，让你感到深刻的感动；一个能拿着乐琴去弹这种古典的文学，他如何再现我们去看到穿越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古典情绪中一种很优美的情怀。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也拿他的笔写下了文句，用他的旋律诠释我们在地的现场，让我们知道音乐是日常，然后我们借着音乐跟文学，其实可以丰实我们生活中非常非常美好的享受。所以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画家歌手，也是我们今天的喜欢唱老歌的高老师，也是大家最爱的属于台北来的台南好朋友高贤志老师，谢谢你。谢谢美霞老师，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好，谢谢大家。风风花，树头飞，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风花，烟拍拍，离离点点一地走摊。春花红红插头丛，碰棍青青遐大丛。风来翩翩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